各位聽友夜晚好老，話成日講人心為善，天必佑之。可有好多時候善良並唔係錦衣玉食之下嘅舉手之勞，而係自身已經企喺死亡邊緣，依舊願意將僅存嘅活命機會分俾其他生靈。古時候災荒歲月，人命薄如紙片，一塊官硬嘅棍頭就決定到一條性命嘅生死。今日要講嘅就係發生喺金河村大旱年間嘅一樁奇事。一個年僅7歲嘅孤女被狠心嘅養父母趕出家門，乾旱交迫，命懸一線，懷中只係得返半個發育嘅黑攰頭。就喺自己就嚟餓死嘅時候，佢遇見咗一隻被獸夾夾住奄奄一息嘅老黃狗。女仔唔顧自己死活，將僅有嘅豪糧餵俾受傷嘅狗，仲徒手掰開冰冷嘅鐵掃架。亦正係呢個絕境之中嘅人念所演，令佢得到一件魯班先師已留嘅靈魂，碗中可以憑空變出熱騰騰嘅飯菜。可天降嘅機緣未必全係好事，呢份不期而遇嘅好運，好快就引嚟人世間最陰毒嘅貪婪算計。弱小無依嘅孤女手握奇寶，將要面對人性嘅惡。而女仔最後嘅歸宿遠遠超出所有人嘅預料。閒話少，罵我哋嘅故事正式開始。金河村依山臨河，原本水土尚可，百姓4代耕田度日。可就喺嗰一年，一場百年不遇嘅大旱驟然降臨，連續數月滴雨未下，河床傾裂到可以跑馬，田地龜裂，地裏嘅禾苗盡數枯焦赤地，千里髮蠟無收，工荒如同一頭猛獸，吞噬着思鄉巴鎮。到處都係流離乞討嘅災民。故事嘅主人公名叫阿儀，僅7歲。阿儀並唔係土生土長嘅金河村人。7年前，一對逃荒嘅夫婦懷住新人，一路含沛流離，逃難嚟到呢度，本想揾一處安穩地方落地安家。可惜天不從人願，阿儀嘅化後母一難產，拼盡氣力都係冇能夠活落嚟。阿儀嘅老舅本係落魄讀書人，體質向來孱弱，接連遭受喪妻之痛，又要為生存日夜奔波勞碌，雙重打擊鐵底壓垮咗佢嘅身體。彌留之際，睇住寵係嗷嗷待哺嘅小女，心中萬般不捨。放眼成個金河村，唯有秀才黃秀才識文斷字，家中仲有2間土坯瓦房，可以遮風擋雨。萬般無奈之下，佢航請鄉鄰作保，將4歲嘅阿儀託付俾黃秀才練養，連同嗰2間土坯房屋一併交付，只求黃秀才得將孤女練養成人。黃秀才外表溫文爾雅，滿口仁義道德，可內裏滿心皆係貪念。佢答應收留阿儀，從來唔係出於慫懶之心，真正啃運嘅，正係嘅2間可以安身嘅土坯房，等阿儀老舅一死。黃秀才順理成章霸佔咗房產，年僅4歲嘅阿儀就此淪為皇家冇1文工錢嘅奴。保佢自此之後苦日子便死還上咗呢個細路女。天色仲未完全放光，全村人仲喺睡夢之中，阿儀就必須爬起身。乾活院裏面立住一盤瓜大嘅石磨，磨盤比佢嘅個頭高出大半截，每轉一穿都要耗盡細路全部嘅力氣。阿儀梳住歪歪扭扭嘅小面子，斗大嘅汗珠順住面蓋不停滾落，浸透身上破爛單薄嘅粗布衫。細細嘅身裙跟住沉重磨盤左右搖晃，每一步都走得搖搖欲墜。而就喺同一座宅院嘅書房之內，黃秀才嗰個同阿儀年紀相若嘅親生女，正裹住柔軟暖和嘅錦被酣睡，嘴角微微上揚，想嚟正在做甜美嘅好夢。黃秀才嘅妻子端起一碗剛剛蒸好嘅雞蛋羹，輕手輕腳行入內房，滿眼都係對親生女嘅疼愛。只要阿儀推磨稍有遲緩，黃秀才嘅妻子就會厲聲呵斥：死丫頭，仲敢偷懶！天光之前磨唔完呢啲糧食，今日一啖食都唔使旨意攞到咁樣暗無天日嘅生活。阿儀整整熬咗3年推磨之外，佢仲要去村外河邊擔水。通往河邊嘅道路坑坑洼坡泥濘濕滑，
佢每日要嚟回數趟沉重嘅扁擔，壓喺稚嫩嘅肩頭，磨出一層又一層厚厚嘅血泥，禮皮磨破，血水混住汗水浸透皮肉，中心刺骨嘅痛。可就連一啖乾淨嘅熱水，佢都冇資格多飲。食嘅嘢更加係慘不忍睹，大多係已經變壞嘅粗糧，甚至發出嘅蛙窩頭。能夠咬到一啖冇豬斑嘅頸糧，都算係難得嘅優待。先至7歲嘅細路，身形瘦小枯槁，面色拿黃華骨高高凸起，唯獨一雙眼漆黑澄澈，像一汪深潭，藏住遠超同齡人嘅隱忍同倔強。苦難磨碎咗佢嘅皮肉，卻冇磨滅心底嗰一點柔軟善良。大旱肆虐，田裏嘅莊稼盡數枯死，皇家儲存嘅糧食都一日少過一日。日子千難，黃秀才夫婦非但唔知體恤孤苦嘅阿姨，反而將災荒帶來嘅所有怨氣，通通發洩喺女仔身上。一個寒風枯萎嘅黃昏，暮色沉沉，漫天冷風匯住黃沙黃秀才嘅妻子紙掟過嚟半個剛硬發黑嘅痛暈頭，面色齙狠，厲聲呵斥：滾出去，行得越遠越好，我哋黃家再也養唔起你。就咁樣，7歲嘅阿姨被硬生生趕出咗皇家大門，身上只有一件打滿補丁、薄到等唔住寒風嘅破衣衫，手心裏面死死瞞住嗰半個又坤又硬嘅黑坤頭，芳村四野無色四合，寒風如刀割一般刮喺皮膚上面。佢漫無目的咁喺荒野行走，乾寒交迫，足足3日冇食過一頓正經飯，腹中空空如也，話到兩眼發黑，頭重腳輕，好幾次差啲栽倒在地。萬般無奈之下，佢揾到一處廢棄已久嘅破迷洞，暫且躲避枯曳嘅寒風。腹中一陣陣冷痛襲嚟，阿姨緩緩從懷中摸出嗰半個黑罐頭，呢個係佢手上唯一嘅活命口糧，食咗仲有活下去嘅希望。指尖觸碰到乾硬嘅罐頭，佢卻遲疑住，遲遲冇張口。就喺意識快要模糊、歡臨餓死嘅關頭，一陣微弱悶慘嘅冷煙聲斷斷續續飄入耳朵，嗰陣叫聲虛弱無力，聽嚟令人心底發酸。阿姨窮撐住快要透支嘅身體，順住聲響摸索過去昏沉嘅暮色之下，佢睇見一條老黃狗倒喺荒草樹中，狗嘅後腿被私人沉重嘅鐵銹甲死死咬合，皮肉撕裂外翻，傷口已經化糊紅柱鮮血浸透周邊嘅泥土。老黃狗奄奄一息，連大聲吠叫嘅力氣都已經耗盡，只能微微轉動眼珠，一雙眼睛盛滿無盡絕望，定定望向緩步靠近嘅阿姨。睇見眼前景象，阿姨嘅心猛地一揪，佢彷彿喺呢條重傷老黃狗身上睇見咗孤苦無依嘅自己，同樣被世人拋棄，同樣走投無路，喺大災荒之中苦苦掙扎等死。懷裏半個棍頭嘅香氣一陣陣飆散出嚟，引誘住那場冷滑嘅阿姨。只要自己將棍頭食落肚，仲有活下去嘅機會。可望住老黃狗嗰雙絕望無助嘅眼睛，女仔心底嘅善意壓過求生嘅本能。佢伸出凍到通紅僵硬嘅小手，輕輕勒摸老黃狗冰冷嘅頭頂。老黃狗無力地那煙兩聲，乾裂嘅舌頭輕輕舔咗舔。阿姨凍到爆裂嘅手背，嗰一點微弱嘅溫度，瞬間戳中女仔嘅心。大粒大粒嘅眼淚順住面過滾落。阿姨做出咗一個喺旁人睇嚟近乎愚笨嘅決定，佢小心翼翼將僅存嘅半個黑骨頭一點點掰成細碎細塊，放入自己嘴裏面反覆嚼爛，再俯身抿到老黃狗嘴邊，一點一點匯入狗嘅口中。老黃狗連張嘴都十分費力，阿姨便一遍一遍耐心和試，直到佢慢慢吞下碎乳頭，會完食生死難關。依舊擺喺眼前銹甲嘅鐵刺深深嵌進皮肉，如果唔能夠打開，就算食咗嘢，老黃狗都逃唔過失血喪命嘅結局。阿姨細細嘅雙手死死抿住銹甲兩邊，拼盡全身力氣想掰開。鐵甲鋒利嘅邊緣割破佢稚嫩嘅手掌，一道道傷口不停濺出血珠，
痛到佢渾身發抖。佢咬緊牙關唔喊一聲痛，手臂遮到幾乎抬唔起，依舊唔肯放棄。唔知過咗幾耐，嗱出一聲悶行，沉重嘅獸甲終於被硬生生掰開。做完呢一切夜色鐵底籠罩，4野10根手指布滿傷口，橫臥嚴寒，皮黏如同潮水，一並向呢個7歲女仔直搶嚟。阿姨眼前一黑，直接昏倒喺老黃狗嘅身邊，鐵底失去意識，唔知沉睡咗幾耐。一股融融暖意夾雜住誘人嘅飯香，緩緩將阿姨從混沌嘅黑暗之中含醒。佢緩緩揾開雙眼，驚地發現自己躺臥喺柔軟乾草鋪成嘅床榻之上，身上蓋住一床厚實嘅棉被，被褥上面仲留低日曬過後淡淡嘅暖意。畫馬洞當中一堆篝火噼啪跳動，融融火光將陰冷潮濕嘅山洞烘得暖意融融。嗰條重傷嘅老黃狗就趴住喺佢嘅床邊，後腿嘅傷口已經被乾淨嘅布條仔細包廣妥當。睇見阿姨累醒，老黃狗抬起頭，用頭輕輕蹭咗蹭佢嘅手背，眼神滿係感激。篝火旁邊坐住一位滿頭白髮、面上布滿深深皺紋嘅老者。老者年歲已高，但係精神奕奕，一身粗布短衫，係遊走四方嘅老木匠。原來昨夜老木匠路過呢片荒郊躲避風雪，啱啱撞見昏倒在地嘅一人一犬，睇見阿姨將自己僅有嘅半個拳頭嚼碎為食，重傷野狗，又徒手掰開傷人嘅獸甲。老者將一切睇在眼裏，心中頗為觸動，便將昏迷嘅女仔抱返畫馬洞，又親手為老黃狗處理傷口。老木匠站起身，端起一碗熱氣騰騰嘅米飯，緩步送到阿姨面前。雪白嘅米飯上面灑上一小撮油亮噴香嘅豬油渣，最頂端仲操住一勺金黃透亮嘅熟豬油，濃郁誘人嘅香氣撲面而來，勾到高腸冷嘅阿姨不停吞口水。可女仔並冇即刻伸手接碗，反而輕輕向後縮咗縮身子，細聲講：爺爺，我唔餓。老木匠睇住呢個壓到面黃肌瘦，依舊心存良善嘅細路，心中又係心疼又係欣賞，故意板起面孔詐假嬲：傻妹，唔使死撐呢條老黃狗，本就係我嘅舊伴，你救咗佢一命，你同畜生都算有緣。呢碗飯便係我答謝你嘅。阿姨聽老者咁講，先至唔再推辭，接過老者帶嚟嘅一隻古管厚重嘅木碗，執起地上細樹枝當做筷子，小心翼翼扒起一啖米飯。米飯嘅清甜，豬油嘅醇厚，豬油渣嘅油香喺口腔之中盡數散開，暖意順住喉嚟一路流淌，驅散渾身浸透嘅寒涼同冷餓。呢個係阿姨長到7歲食過最美味嘅一餐飯，佢食得好慢，每一啖都細細品味，眼淚不受控制，一啲啲掉落飯碗之中。一碗飯食得乾乾淨淨，就連碗壁黐住嘅油星，佢都用舌頭細細舐淨。食完之後，阿姨行到媽梅洞外揾嚟乾淨溪水，認認真真將木碗沖洗擦擦乾淨，雙手捧住恭恭敬敬歸還到老木匠面前。老木匠卻擺了擺手，笑住搖頭：呢隻木碗便贈與你啦。阿姨連忙擺手推辭，唔敢收下咁貴重嘅物件。老者神色鄭重，緩緩開口：我哋木匠一行有一條世代相傳嘅古訓，物歸有緣之人。你心性人口善良，呢隻碗與你有緣，便歸你所有。你要牢牢記住，往後無論境遇如何，春配流離，都要守住心底嗰份善念，萬萬不可被痛念蒙蔽本心。話音落下，老木匠對住老黃狗招了招手，老黃狗後腿包中連住布條，一瘸一拐站起身，依依不捨回頭望咗望阿姨，便跟隨住老者一步步走入沉沉夜色，身影轉電消失在黑暗之中。畫馬洞之內剩低阿姨一個人，仲有嗰隻望落平平無奇嘅木碗。佢雙手捧住木碗，仿若置身一場，還蒙心底暖洋洋嘅，卻完全唔知道呢一隻睇落普通嘅木碗將要徹底改寫佢嘅一生。第二日清晨，
阿兒被腹中劃過行省下，意識捧起嗰隻木碗，奇蹟就在此刻發生。木碗之內環華溫熱白氣緩緩升騰，滿滿一碗冒住熱氣嘅豬油米飯，憑空出現喺碗中。阿兒瞪圓雙眼，又驚又喜，反覆確認之後先至明白，呢個唔係虛無雲趣嘅幻夢，呢個係一隻魯班先師遺留嘅靈碗，能夠憑空化生食。可佢好快就摸清靈碗嘅嚴苛限制，每日最多只能變出3次食，食物皆係凡間尋常家常便飯，陽春麵、鍋窩頭、菜飯、豬油飯，永遠變唔出山珍海味、金玉珠寶。即便如此，對於掙扎喺郡方死亡邊緣嘅阿兒嚟講，已經係天大嘅造化。佢牢牢守住呢個秘密，每日依靠木碗變出食物，填飽自己嘅肚，唔使再忍受蘊寒嘅折磨。安穩過咗幾日，阿兒悄悄行到蛙磨洞外，遠遠望向飽受旱災煎熬嘅金河村。村裏滿目瘡痍，大旱之下，村民個個面黃肌瘦，眼窩深深凹陷，細路牙到哇哇喊，甚至有人為爭奪半個娃娃頭，互相扭打爭鬥，打到頭破血流。一幕幕慘狀映入阿兒眼簾，令佢心中萬分難受。老木匠臨別之時，嗰句守住善念，一遍一遍喺佢耳邊回響。阿兒心中拿定主意，往後每到夜深人靜，全村百姓沉沉入睡，阿兒便拎出魯班靈碗，變出滿滿一大那被光素飯菜，倒入粗陶大瓦罐之中。佢抱住沉重瓦罐，獨自行到村口嗰塊巨大青石旁邊，將瓦罐安放喺石頭上面，任由村中溫寒交迫嘅百姓天光路過自取食。做完呢一切，佢便悄悄返去破麻哀洞。日復一日，風雨無阻，從未間斷。冇過幾耐，金河村開始流傳一項奇聞。村裏人都話，村口大石每到拂曉，便會憑空出現一罐熱騰騰嘅食。冇人睇見送食物嘅人，百姓便款款傳言係天上神仙嚟雲人間苦難，下凡施捨救濟。呢一罐罐過素粗飯救下無數灌淋餓死嘅百姓，俾絕望嘅村落帶來一絲和諧去嘅希望。半個月之後，朝廷派嚟巡查災情嘅白大人嚟到金河村。白大人係一位清正廉明嘅好官，一心掛念受災百姓，奈何蒙災糧款轉運路途老遠，遲遲唔能夠送到，睇住村村戶戶華寶遍地，佢心中焦急萬分，束手無策。聽聞村口石頭有神仙施捨飯食嘅奇聞，白大人心中半信半疑，世間邊度會真有神仙顯示？佢斷定背後一定另有隱情，當即派遣2名差役，深夜潛伏喺附近樹鼠，務必查清楚送食物之人究竟係邊個。夜色深沉，將近後半夜，一道瘦弱單薄嘅人影抱住沉重瓦罐，小心翼翼行到青石跟前，將瓦罐穩穩擺放喺石頭之上。埋伏嘅2名差役立刻從樹鼠衝出，一把將人影牢牢面住。阿兒被突如其來嘅觸捕嚇到魂飛魄散，手中嗰隻神奇木碗哐當一聲重重跌落地。白大人快步上前，低頭望向被冰住嘅女仔，眼前嘅阿兒瘦小孱弱，面色冷黃，衣衫破爛不堪，睇落受盡人間疾苦。跟隨前嚟嘅師爺目光落喺地上，嗰隻木碗之上猛地一驚，雙膝跪倒在地，聲音橫抖驚呼：大人，呢個係至寶，呢個係前朝魯班大師親手打造嘅靈碗，古籍之中早有記載，此碗感應人心善惡，能夠化生飯食，乃係世間罕見嘅奇物。眾人聞言紛紛大為震驚。白大人連忙俯身仔，細端長木碗碗底果然刻住一道古過細微嘅匠人印記，紋樣古絕，絕非民間普通工匠可以仿製真相水落石出。所謂神仙施食，根本唔係天神下凡，而係呢個7歲孤女依靠魯班靈碗，夜夜偷偷救濟全村災民。白大人心中又驚又掂，即刻將呢件奇事寫成文書，加急上報朝廷。皇帝聽聞魯班靈碗現世，認為係天降吉兆，於是災厄將盡，龍顏大悅。
當至夏子加急，調撥蒙災糧食橫往金河村，同時派遣官吏過嚟勘察地形，開礦引水渠道，根治金河村年年缺水嘅奸疾。僅僅因為阿姨一份過數嘅善心，整個飽受旱災折磨嘅村落就此得以得救。大批動災糧運抵金河村，百姓終於食上飽飯，人人面上重新浮現出活人嘅笑意。嗰隻魯班靈碗被白大人帶回衙門，恭敬妥善供奉起來。可怪事隨之而來，木碗一旦離開阿姨嘅身邊，便徹底失去所有神異力量，再也變唔出半分飯菜，完完全全化作一隻平平無奇嘅普通木碗。失去靈碗庇護，阿姨又變翻嗰個一無所有嘅孤女，重新翻去破麻咪洞，靠住村民偶爾接濟嘅少量粗糧勉力度日。即便係咁，女仔心中冇半分懊悔，睇見鄉親們能夠食飽活下去，佢便覺得自己一切付出全都值得。可世上從來都唔缺被慾望吞噬嘅貪婪之徒。當年拋棄阿姨嘅黃秀才，聽聞魯班靈碗嘅故事，又聽講靈碗原本落喺阿姨手上，心底嗰股歹毒貪念瘋狂滋長。喺佢嘅妄想之中，只要攞到呢隻碗，就等於一世唔使受食，榮華富貴唾手可得。夜幕沉沉，黃秀才同妻子趁住夜色，鬼鬼祟祟摸到阿姨居住嘅破磨馬洞，猛地推開磨門面，上滿係磨痕淡爛。佢一手揪住阿姨瘦弱嘅手臂，厲聲逼問：死丫頭，快將照堪靈碗變出食嘅咒語交出嚟！阿姨拼命搖頭，佢由始至終根本唔存在咩咒語碗嘅神力，只來源於心底嘅善念。黃素才邊度肯相信，認定女仔故意騷氣未眠，唔肯交出機緣。夫妻廿人惱羞成怒，對住弱小嘅阿姨拳打腳踢，拳頭腳踭一次次落喺單薄嘅身軀之上。阿姨渾身傷痕橫皮肉，處處青紫，痛到渾身懵抖，可咬緊牙關，由始至終半句話言都唔肯講，而逼問毫無結果。被氹肉沖昏頭腦嘅黃秀才徹底失去耐性，佢彎腰執起麻尾洞地面一塊沉重石塊高高舉起，就要向住阿姨嘅頭彎狠狠砸落，打算痛下殺手。就喺千錘一發嘅生死瞬間，窩魔洞洞口一聲洪華響亮嘅狗吠驟然炸響，嗰條俾阿姨救下嘅老黃狗如同一道黃色閃電狂奔衝入嚟，狠狠一口死死咬住黃秀才嘅手腕，任佢點掹扎都唔肯鬆口。伴隨住狗吠之聲，一道身影大步踏入媽咪洞，正係當初贈碗嘅老木匠。此刻嘅老者唔再係一個普通四處遊走嘅老木匠，佢本就係魯班一脈嘅正宗後人。佢緩緩道出靈碗真正嘅秘密。呢隻魯班靈碗從來唔需要咩咒語口別，碗嘅神力唔在器物本身，而在使用者嘅本心。人心於是純正善良，靈碗力量便於是強大。若係落入貪婪狠毒之人手中，靈碗便會吞去所有神意，終為凡物。當初老木匠將木碗贈予阿姨之後，並冇就此遠離，一直喺暗中默默護佑呢個孤苦女仔。今夜遠遠睇見黃秀才夫婦心懷歹念前來行賀，便帶住傷癒嘅老黃狗及時趕嚟，真相大白。蛙魔洞之外，唔少聞聲趕嚟嘅村民睇見渾身傷痕奄奄一息嘅阿姨，再睇睇黃秀才夫婦一臉華上滿心擔毒嘅樣，所有人義憤填膺，憤憤痛斥二人嘅惡行。村民一擁而上，將作惡嘅黃秀才夫妻捆綁押送官府，縣令審明全部來龍去脈，將呢對忘恩負義、謀保行苛嘅夫婦打入大牢，得到應有嘅造處。危機盡數平息，老木匠心疼阿姨孤苦無依，便將女仔收留喺自己門下。往後歲月，老者教阿姨讀書識字，將魯班家族代代相傳嘅木作技藝毫無保留傾囊相授。嗰隻魯班靈碗亦重新回到阿姨手中。喺阿姨純粹善良本心滋養之下，木碗嘅力量比往日更為強大，唔再滾滾只能變出飯菜，
只要心念所至，仲可以幻化出精良木工工具抗旱高產嘅良種。自此之後，阿儀便跟隨師傅老木匠四處奔走，遇上災荒之地，靈腕幻化出大量糧食，救濟流離失所嘅難民。去到貧瘠村落，便拎出精良木工器械，幫助百姓修渠引水、搭建屋舍，將抗旱高產嘅糧種分發俾窮苦農戶等荒蕪薄地，長出順豐收割穀物。四處百姓感念佢嘅恩德，都親切稱呼佢做清和姑娘。阿儀牢牢記住師傅嘅教誨，器物嘅神力只係互助真正嘅力量，係絕境之中願意分出最後一啖食嗰顆向善之心流年似水。許多年一晃而過，阿儀再度回到話別已久嘅金河村。往日嗰個飽受旱災肆虐、百姓苦苦求生嘅窮村落早已蓬然一新，引水渠道四通八達，良田萬果，歲歲豐收，家家戶戶衣食富足。阿儀便在此長住落嚟，換用一身木工本事，搭配魯班靈腕，繼續造福鄉子，幫鄉親們修送屋舍、改良農具、推廣良種，將家園建設得愈發興旺安樂。古語講人心換人心，百寮換半斤。當年荒荒寒夜，7歲孤女將自己活命嘅半個黑衢頭寫俾一條昏死嘅老黃狗。一份微不足道嘅財演換嚟造化機緣，拯救咗成條村。而黃秀才貪圖孤女家產，擴大細路，又妄圖搶奪靈魂謀到富貴，最終身陷牢獄，落得身敗名裂嘅下場。世間福報從來唔係憑空天降，唔係依靠奇珍異寶，而係靠人一言一行慢慢積累。心存良善，腳下道路便會越行越寬闊。滿心淡毒，眼前所有門路只會越倒越凹渣。魯班靈腕講到底只係一面鏡子映照出嚟嘅，從來都係使用者自己嘅本心好啦。今日嘅民間奇談到呢度就到此結束。聽完呢個故事，你對善良同機緣有咩想法？歡迎喺留言區留下你嘅感悟。鍾意本期故事記得點讚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我哋下期再會。